成日聽到人哋講每日飲3杯咖啡，喺香港一般打工仔嘅角度，有冇可能做到呢樣嘢呢？亦都係好現實，大家會面對嘅一個問題。就算我哋都知道呢樣嘢係好嘅，但係實際上要實行呢，就好似叫你日日要準時做運動，準時瞓覺。咁大家又可唔可以真係完全做到呢？首先講下3杯論先。其實飲咖啡會令你嘅心跳得快啲，將咖啡同運動呢兩樣都係會令心跳加速嘅唔同性質嘅嘢拉埋一齊講。一個人從來未跑過步嘅，你會唔會一跑就叫佢跑幾公里啊？其實飲咖啡都係同一個道理啊，唔會一開始就可以達到一個指標喎。如果飲咖啡會令你個心跳得快嘅，飲咖啡個份量由一開始就應該要減。點減法啊？比如話人哋飲1杯，你咪飲1/3杯或者1/4杯先咯，慢慢加上去，到你可能可以飲到1杯，再開始加上去1杯半、2杯，咁樣個身體先開始慢慢接受同吸收到你想做嘅嘢。但係如果有啲人一飲咖啡就心悸，你諗都唔諗就乾杯，之後發現自己唔係好妥，一聽到咖啡同埋咖啡因呢啲字眼就驚咗，自認為咖啡就唔啱自己。講真，咖啡因呢樣嘢，可樂啦、茶類啦、紅茶、綠茶、烏龍茶，當然都包括大小朋友最中意嘅台式奶茶飲品、能量飲品啦、朱古力或者飲品啦，普遍嘅人都會中意飲又甜又香又易入口嘅嘢。我都係，我間唔中都會飲下，但係我考慮飲咖啡，當然係多一個健康顧慮，同埋有藉口日日飲，而又有新鮮感，可以令我每日都感覺係享受，又令個人精神同思路更清晰。講咁多都係希望大家知道循序漸進嘅重要性啊，先可以更享受屬於自己嘅啡人之道。